哥，哥，哥，我刚想你，你就来了。你还好吗？好。丽姐还在。那就好。走，跟我回家。怎么了？爹说了，我不能回去。我说能回去，我说了算。可是爹说，如果我回去，会给哥带来麻烦。我不怕麻烦。世子莫要急躁，不如先让心静下来。你要拦我？世子的家事贫道怎敢拦？我只是劝世子想清楚些。小王爷若是回了北凉，等着他的会是什么？我守着他，不会让他被人利用。你能寸步不离守他一辈子吗？为何不能？世子难不成要用铁链子锁住小王爷？我知道世子与小王爷兄弟情深，可是世子想过没有？如果支持小王爷的人对世子动手呢？我接着。如果支持世子的人对小王爷动手呢？谁敢？权力之争，什么事做不出来？你这么带他回去，是把小王爷往绝路上推。世子还是想清楚再做决定。走，你带他去哪儿？我带小王爷逛逛武当。哦，哈哈，世子做出决定之前，贫道什么都不会做。我不走，就住在这儿。走。好些年没来武当了，我四处看看。要不咱们进屋坐坐？小王爷在想什么？是我惹我哥不高兴吗？不是你。但是为什么爹说我回家会害哥？是因为你哥心不够狠。那不好吗？其实很好，只是人间如玉，心软的人容易受伤啊。我可以保护他。哦，师弟怎么出紫竹林了？哦，这位是王爷次子。天生根骨，赤子之心，很好。哎，倒不如让小王爷就住在你的紫竹林。从本心讲，整个武当山里最像小王爷的，就是师弟你了。可以。
其实我大概都听明白了。秀儿人想借小王爷之名，从世子手中夺取北凉大权。其实我没打算要。那就让给他们。黄马儿本心通明，不谙世事。我要是把北凉让给他，那些支持他上位的人，总有一天会夺他性命。那其实这个结果跟王爷所说的一样，只有2个选择：要不让小王爷不要再回北凉，要么就杀尽军中那些野心狂徒。我必须得做一个决定。可是想借小王爷身份搅乱局面的人到底是谁？藏得太深，徐骁都没找到。那不就简单了？小王爷现在回不了北凉，那就让他暂时待在武当呗。世子若是想念，随时可以来看他。问题就出在这儿，你们武当守得住他吗？这么大一个门派，守不住一个人？你要想明白一个道理，那些支持黄马儿上位的，未必是北凉军。那会是什么人？最希望北凉分崩离析的是谁？离燕皇室。皇室眼中，黄马儿就是打破平衡的利器。武当不过是个江湖门派，挡得住皇权吗？这个放心了，皇室还能赶到武当来抢人不成？其实待在武当也挺好的，不像留在北凉，整天都要提心吊胆，揣摩人心。就是吃饭全是素的，这受不了。哥，你跟我来。怎么了？你过来。哥，这边。你要带我去哪儿啊？就是这儿。你就住这儿啊？对啊，里面有个小木屋。哥，你等我一下。哎。哥，你醒了？我怎么又睡在这儿了？你不是睡，你是晕了。为什么会晕？木剑道士把你打晕了。木剑道士？就住在竹林里那个？嗯。他也是武当的？他没打你吧？没有，木剑道士是我心境。他用什么把我打晕的？剑气。剑气？武当还有这种天才？哥，鸡腿儿？山鸡。哪儿来的？我在竹林里打的，用火烤了，专门留给哥吃。没让
木剑道士瞧见吧？他看到了。没拦着你？我记得武当戒律挺严的呀，这什么道士啊？木剑道士人挺好的。你喜欢这儿？那要不咱们一直待在这儿？你不愿意？哥是要走的。我去哪儿？哥要回家。爹说，家里不能没有你。大姐、二姐都不在，你也要走，我一个人回去有什么意思呀？那还算是个家吗？爹希望你帮他。黄曼儿，你知不知道徐骁送你来武当是为了什么？知道。你知道什么呀？拿走我的力气。他连这都告诉你了？告诉我。那你还这么听话的赶过来？爹说我没了力气，哥就不会有麻烦了。你怎么那么傻呀？我傻没事，哥聪明就好。啊，吃肉哥。好吃吗？好吃。老板儿，哥不怕麻烦，我就守在这儿，谁也别想把你带走。你恐怕守不住。前辈，这些天都没怎么见到你。在山里闲逛。您刚才说我守不住，是什么意思？龙虎山来人了，找他的。人呢？在你屋子门口，架势挺大。黄曼儿先回林子里，不是哥叫你，绝对不要出来。去吧。洪喜相呢？被王重楼拉走了。看来武当这是打算置身事外了。我是徐凤年，哪位找我？掌门，能确定是龙虎山的人吗？可别被招摇撞骗的人蒙过去了。我亲眼见了，来的是赵熙团。赵熙团，龙虎死天师里的赵熙团，正是。掌门，龙虎山如今如日中天，天师亲临武当，咱们可不能不管不顾啊！是啊，就是这样，想想办法。小师弟，你说呢？我觉得咱们教派叫武当，也不代表整个武当山都是咱家的。咱不是占山为王，这么大座山，想逛就逛呗。啊，那毕竟是龙虎天师啊！对呀，什么龙虎天不天师啊？反正都是来找徐东相的，跟咱们有什么关系？说的没错。天大的麻烦，跟我们又有什么关系？掌门，徐凤年，正是。徐东相在哪儿啊？让他出来。贫道要带他回我龙虎山。敢问阁下是？龙虎赵熙团。赵熙团。
竟是天师亲临啊！那怎么能站这儿呢？这岂不是怠慢了天师？天师，屋里聊。徐龙象在哪儿啊？我这就去找他。天师先进去喝杯热茶。好。打得过吗？打了再去吧。一会儿我正面吸引他注意力，你绕到背后偷袭。那可是龙虎山天师，我管他天师地师，敢打我弟弟主意，一个都不放过。那后面这么多道士怎么办？刀往天师脖子上一架，我看谁敢动手。你闹这么大动静，龙虎山不会放过你。没事，就说武当掌门让我们干的。天大的麻烦甩给武当接着，谁让这儿是武当山呢？确实是简陋了些，天师万物见怪啊。江宁啊，你把这凳子给天师擦擦，让人家坐下。坐着方便。天师请坐。哦，风是大了点哎，我来关门。不是说要喝茶吗？茶叶在哪儿啊？茶叶呢？茶叶呢？茶叶，这有了茶叶了，水烧的怎么样啊？烧水了吗？啊，烧了吧？哎呀，这烧水还要等一会儿时间呢。哎，世子不必惊慌，也不要误会，贫道这次来的目的就是要带小王爷回龙虎山。那我就没误会。哎，不打架，不打架，贫道是说啊。你说他怎么不呼救啊？叫一声，外面人不就来了？我哪知道啊？是这九皇让我来的。老黄，等等，你是说，是老黄让你把黄满儿带去龙虎山？建九皇知道世子为难，他离开了北凉，先来到了龙虎。世子应该知道，你弟弟现在可是奇货可居啊。还查到些什么？查出些支持小王爷上位的，没抓，和宁峨眉一样，都是被丢出来的饵。真正的幕后推手，藏得很好。凤年还在武当，是，一直不肯下山。他会想明白的。皇室等北凉破绽，都快等疯了。但他们都知道，只要您还在一天，北凉就一定姓徐。
人是会死的，所以小王爷才重要。您要是把北凉交给徐凤年，那皇室就可以借小王爷争权，北凉分崩离析。您要是把北凉交给小王爷，那正合了他们的意。黄满儿亲自上前，怎么能斗得过皇室那些老奸巨猾的东西？所以呀，京城人都盯着小王爷。说句大话，如今天下，只有我龙虎山才能保小王爷无恙。龙虎山跟我们徐家可没什么交情。建九皇曾经跟贫道说，小王爷天生神力，根骨非凡。那又如何？世子知不知道，贫道为什么至今未收徒啊？那是因为我这一脉祖传心法，对传人要求严苛，必须是根骨精奇，方能传承衣钵。建就皇选我，那是因为我真心收徒啊，世子。确实如此，道统传承对门派来说重过生死啊。所以你会保护黄满儿？既为师徒，当然如此了。眼下京城和皇室都盯着我弟弟，龙虎山号称什么第一门派，真能挡得住皇权谕旨？这就是建九皇来龙虎做的交易。什么交易？此事涉及皇室，乃是绝密，贫道只能说给您一个人听。啊，我去外边等。你可以留着听。我这样的身份，听黎阳朝的秘密，你是嫌我死得不够快吗？你怎么也出来了？怕死。我真是看不懂你和徐凤年那小子。看不懂什么？小姑娘，世上人潮翻涌，遇到一个人不容易啊。人跟人又没链子锁着，时光一冲就散了。多珍惜眼前，别像我，到这个年岁，就剩下遗憾了。没什么好珍惜，我和他，结果早就注定了。什么结果啊？生和死。就剩我们俩了，说吧。世子觉得，这龙虎山，为何能封为天下第一门派呀？投效的早。因为在龙虎，藏着一个人，这个人也姓赵。那龙虎山天师一门不都姓赵吗？不是天师的赵，是皇室的赵。皇祖？论辈分，他可是如今黎阳朝的老祖宗了。贵族藏匿在龙虎，这天下第一门派还能给谁呀？他为什么藏在龙虎？他在垂钓。什么？具体的你不用理解，你只需知道，此人求的是武道终极，人间至高。可是要想走通这条路，武帝城王仙芝是一道避不开的墙啊。龙虎山里面有老家伙，一直想试探一下王仙芝的底细，但是他根本不敢出手。那知道我要去迎战，欢天喜地的要在旁边观战，这不就是买卖吗？老黄用自己做交易。正是。建九皇挑战王仙芝，那人
借此探王先知虚实，条件是龙虎护住小王爷。那皇室能善罢甘休吗？哎，毕竟是皇族先辈开口了。再说，他人留在龙虎，皇室自然放心。再加上，贫道我要传承弟子，必会在暗中守住小王爷。这明里暗里，小王爷都是万无一失啊。世子，建九皇曾经说过，他来龙虎就是为了世子闯出第3条路来。我这几天啊，一直在想我们这游历3年遇到的事情。老黄是没用，但是也想能够帮到少爷。老黄啊，他跟王先知分出胜负没有？最新消息，他已经来到武帝城外，估计这决战结果很快就会传来。若有消息，贫道第一个告知世子。话都说尽了，贫道现在可以见小王爷一面了吧？多谢天师，不必了。这已经是最好的出路了。远行龙虎山，黄曼儿会想家。你要带他回北凉？我是他哥，我保护他。如果小王爷回去，那北凉未来必会大乱呐！我知道，我来应付。哥，我跟老道士去龙虎山。你不懂别胡说。我懂，我走，能帮到哥。胡扯！我用得着你来帮？就待在家里，天大的事儿有哥在。哥，我愿意去。哎呀！想不到天下真有如此根骨，看来建九皇没有骗贫道啊！贫道这一脉，终于有了传承了！老道士，我们能走了吗？你得叫我师傅。出个门带这么多人，我也不想啊。门派最新规矩，天师出门，必须是这规模。那你刚刚干嘛关了门才说话？这架子要是不端足喽，他们肯定会禀报掌门。回头啊，得多啰嗦，麻烦得很呢。你们龙虎山规矩这么多？哎，师子放心，贫道的庭院是在龙虎山的脚下，离门派很远。我那儿没什么规矩，绝不会委屈了我的徒儿的。不能打他，不能骂他，不能欺负他。嗨，我好不容易找到徒儿，我就算欺负自己，也不会欺负他呀。哎呀，世子，你就放心吧，贫道那儿是山清水秀，冬暖夏凉啊，小王爷一定会喜欢的。山里还有珍禽异兽，他想抓就去抓；山上还有桃树和山楂树，他想吃就去摘呀。山楂树？对呀，山楂树多吗？多呀，很多的山楂树。怎么，徒儿你喜欢吃山楂？我哥爱吃。哥，等山楂熟了，我全部采了藏起来，留给你吃。好，等山楂熟了，我就去看你。好了，我们走吧。哎，等等，黄曼儿，哥想跟你要样东西，这样以后哥想你的时候就可以看着他。好，哥，以后你要是想我了，就大声喊我，我一定能听见。哎呀，好了，世子，来，徒儿，咱们走。哎，等等，世子啊，有2句话，能不能麻烦你
转告给王重楼啊。你说。哦，王掌门修炼的大黄庭声名遐迩，如此绝技，岂能蒙尘啊？龙虎山愿意上门切磋，求教大黄庭的风采，就这2句，烦请世子能够转告啊。这是要凭武力镇压武当？哎，门派之间嘛，都是这样。好了，徒儿，咱们走。黄曼儿，你要是不想走了，就跟哥说一声，哥把你留下。你知道怎么才能把他接回来吧？我知道。我接手北凉，就能接他回家。之前可一直说不想接手呢。把矛头都指向我，黄曼儿那边就轻松了。咦？这是出什么大事儿了？他看你干什么？出什么事儿了？我也是刚刚得到消息，跟我有关。说呀！剑九皇死了。给我。剑九皇，他去了武帝城后，先找了一个酒馆，要了2两黄酒、半斤酱肉、1碟花生米，炸的。他不喜欢粗泡，不喜欢水煮，就喜欢吃蘸盐的油炸花生。王献之闻声而至，剑九皇5剑进出，8剑士轮番对敌，王献之始终是单手应对，一步未退。68招后，剑九皇用出剑九，有一武林人亲眼见到这一剑，乘此剑如银河倒挂，倾泻千里，已非人间剑术。王献之
终于动用双手，剑九挥去了王献之的袖袍，二人势均力敌，再战49招后，剑九皇力竭身亡。老黄没输，他就是老了。王献之亲口承认，若不是剑九皇力竭，这一战自己略处下风。剑九皇气绝之前，王献之问了这一招剑九的名字6000里，这一剑是我取的名字。剑九6000里。王献之感叹：此剑一出，天下再没有更高的剑招了。他的剑匣去哪儿了？留在了武帝城头。终了时，剑九皇经脉俱断，盘坐城头，望着北方，死而不倒。还有人听见他直到死前一直在哼一首古怪的歌谣。北方，他这是看着北凉呢。能把王献之逼成这样，天底下没有几个了。剑九皇已经是传奇了。这封信能不能留给我？好吧，多谢。世子节哀吧，剑九皇也算是求人得人。贫道告辞了。剑九皇战死了。听说记下了对战细节。逼王献之出了双手。好个剑九6000里，可惜不能亲见啊。
少爷啊，这学武不吃亏，学武不上当，你也跟着我。这道跟少爷游历这3年，把3年的点点滴滴融在里边，这才有了渐进。那就叫6000年。能够被少爷需要，突然觉得我什么都不怕。我答应少爷，打完了马上回来。第一件事，少爷烤地瓜。好。烛火不够，再亮点儿，我看不清楚。看够了吗？老黄死了，明白了吗？不对。什么不对？这信上写的不对。哪儿写的不对？我来来回回看了无数遍，这上面只写了剑九黄的名字，为什么不写老黄？他们只知道剑九黄是无双剑客，谁又会去想哪夫老黄？赵集团说，剑九黄把王仙芝逼成那样，已经是传奇了。的确是传奇。他剑九黄成了传奇，可是我的老黄没了。我宁愿他不当上传奇，我宁愿他输了之后灰头土脸的跑回北凉。那个时候，我肯定大笑一场，然后再去让他偷地瓜来烤。老黄没了。是啊，老黄没了。回家吧，你弟弟去了龙虎山，你也没必要再待在武当山了。老黄，我要学武。
想学武？你这个身份学什么武啊？想杀谁一句话，北凉铁骑就替你杀干净。我想自己动手，去武帝城战王先知。你知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？老黄死在武帝城，我要把他剑匣拿回来。还拿回来？王先知是什么人物？有他在，天下便无敌意。你一招一式都没学过，现在跟我说要挑战王先知。是。你呀，找张床，躺在上面一闭眼，做梦去吧。我现在是不如他，但我可以练。你以为你是天纵奇才，要追上王先知练多久？50年？多少年都可以，剑匣不能一直放在城头。请前辈赐教。你来真的？行，想练什么？我只有刀。那就练刀。把刀提起来，手臂伸直，站半个时辰。半个时辰之内，石头要是掉了，就别找我了。没事吧你？离我远点。半个时辰到了，石子没掉。佩服。接下来练4个动作：直刺、斜撩、竖劈、回力。各4000下。你要明白，王先知是天下习武之人的心魔，是一座无法逾越的高山。哪怕是当年一剑威临天下的剑神李淳罡，都被他2指斩断名剑木马牛。赵西团给王重楼传话，说什么？王掌门修炼的大黄庭声名遐迩，龙虎山愿意上门切磋，求教大黄庭的风采。你怎么不早点告诉我？忘了。登门求教，这是下战书啊！龙虎山就要对我们动手了。咱也没招惹龙虎山。龙虎山如日中天，又有朝廷做靠山。我既然练成了大黄庭，他们自然想打败我，好踩着武当的名头往上爬。咱打赢他不就行了吗？哪有那么容易啊！真打赢了，武当岂不成了龙虎山头号大敌？真到那时候，只怕武当真的要毁在我王重楼手里喽。
不能赢又不能输，这也太难了。徐丰年在做什么？还在练刀。我练的还行吗？乱七八糟。明天4个动作各加1000下。看来我还有点天赋啊。谁跟你说的？您答应老黄，只保我2个月，时限一到可就走了。现在2个月已经过了。我要是真朽木不可雕的话，您还能留在这儿教我？你们姓徐的，一个个都阴险狡猾。那您觉得我天赋有多好？我承认，你是天生练刀的材料，但刀法能练，内力真气怎么办？一起练。练是能练，可是太晚了。内力真气都是辛苦功夫，只能靠日积月累。你这个年纪才开始练，很难追上别人。有没有什么速成的办法？没有，事实就是这么残酷。你这辈子也不可能与王仙芝为敌。想去武帝城，除非动用北凉铁骑。明天4个动作，我各加2000下吧。没有意义，没有内力做基础，2流高手就是你的极限。我努力试试。内力，真气。世子是想将这瀑布斩断？我是想试试能不能练出真气。你这样是斩不断的。你能斩断？我也斩不断，但或许能不伤手。来一刀试试。你会武功？不会。那你这是什么门路？其实这是拳法路数。你不是不会武功吗？哪儿学的拳法？我自己想的。你自己想拳法？我在玄月宫里看道经，做麻了活动身子，想出的拳法，走的是8卦道4象3才归2仪的回眼路数，只是离太极和无极还差得远。我这是瞎来的，打架不行，但或许砍瀑布可以不伤手。世子想悟也可以试试。拳法的路数也能用在刀上？抱一方为天下事，拳刀有何不同？所以完全可以从剑谱里学刀法。什么剑谱？武当的基本剑谱。世子看看
会有什么启发？有没有真气速成大法？没有。丑死了，洗完再睡。你是觉得你这么做，老黄就能活过来吗？3年游历，老黄一直劝我学武，我总当耳旁风。我老觉得凭自己的智慧解决问题，才是真本事。但我现在才明白，我那些所谓的智慧，什么用都没有。被逼到了绝路上，是老黄替我闯出了一线生机。我现在学武，第一是我想取回老黄的剑匣，再一个，我不希望将来再遇到这样的局面，又是别人为我牺牲，而我自己什么都做不到。如果老黄看到我能保护我自己，他大概会笑吧。别把自己练死就好。江妮啊，你答应我个事儿呗。干嘛？将来我要是遇上麻烦，你千万别管我，转头就跑，行吗？吵死了，睡觉。如果你快死了，我会先用神符捅你2刀，起码让你死在我手上。那你可扎准了，死不成又赔钱。